恁三个吼听我的口令，我看恁有较好无？通通摇，向后看。哇！本来咱这Johnny，你的出轮皮是小可银色的，即摆煞变四白的。啊，恁两个本来是花色的，即摆煞变乌吉拉色的。你有够歹啊！你这有歹，敢若火炭，我拢甲你共款哦。哎，人袂啊，人这少年就着这个怪病，我一生拢换友去啊，我后摆变怎就好啦？你甲讲，我嘛厉害，拢嘛厉害啦。无代无志，你来加蛇加你落啊！你搁等你我遮，害我兄仔甲教，我这美男子的形象，互你拢甲破坏了。你甲叫人哦，叫人哦，卖吃啦！我讲啦，水歹不成灾啦，你性命上要紧，你敢若伊？有影啦，那咱汉将呢伫咧讲是有影啦，咱这性命无要紧，毋是啊，性命上要紧啊。我先想都想无咧奇怪，去互这毒蛇加着。我运功将恁的毒气甲伊逼出来，应该会好去咧。啊，哪会愈来愈严重？凡是这是一种传染病哦。当面啦，要搁当一摆无？好啦，无我这安尼吼，食灵啊来治病。我你讲哦，电来较强的啊。我讲我的电伫遮，后壁这个病再小费者。可以。后这大家。莫当哦。斌哥，我一生后拢看你哦，你爱救我。我知啦，恁两个早就孝顺我足久的啊。来，准备好个，要去摇。好。哎呦！但是好啊，袂遐无紧的讲诶。恁活过来看就知影。那拢无感觉。哇！安那个做大。当兵啊！等你是有要紧啊无啦？我偌大啊，咱也袂死哦，斌哥身无性命哦。这个话你搁敢讲？我拄则吼，伫咧运功甲恁解毒的时候，恁三个一定毋知有倒一个吼，伫咧甲我偷食啊！无啦，哪有可能啦？阮三个拢软糊糊，哪好甲你偷食啊？我咧想一定是吼，你咧运功的时候，家己气功，我弹倒转去啦。这哪有可能？我运功得要甲恁解毒咧？啊，这个毒气应该就会逼出体外，哪有可能这个毒气反倒转来逼袂出来，煞来搁甲弹倒转来啊？嘿，安尼真奇怪，为什么小小的一尾溜，甲我教一空竟然这么严重？大呀，到即马是要安怎才好啦？要安怎哦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好办法？紧讲啦！先来去买衫裤观察。买衫裤观察要上船。恁三个甲带掉就好啊。哦，无啦，唔是啊，袂啦，斌哥，人已经哦，已经足惊，你搁我讲你惊，人袂啦。好啊啦，应该有啥物代志，咱来想办法来解决。啊，你感觉嘛，啼啼哭哭，啊，你敢有像查甫？你敢若查某的？无要紧，要安怎？我唔相信，我无法度通好解决。我问你就知。问啥？问你就知。问恁第二哦？唔是，问这就知。甲变出来，甲变出来。出来！我知啊。哎呦，阿豪啊！等伊是去互咱大迄关久啊，关到头壳笑都破去啊！一直笑你笑啥啦？感觉问题。无啦，我看到恁的面容，感觉做好势，做好笑。你也阁笑会出来？这拢恁共党啊，你也阁敢笑哟？我当然嘛感觉好笑。那你吼一直去互白蛇甲你教的啦。啊，那恁两个吼去互牛甲花甲恁教的。你安尼看就知影。当然的喏。咱少问下吼。阮身躯的迄个洞吼，唔知有法度通去医治无吼？拜托，拜托。这啊。不告诉你。哦，买啦。Johnny，我，OK。
我跟你讲哦，青蛇精，嗯，你今仔日是已经落在阮的手掌中哦。你若是唔将讲因的毒是要安怎甲逼出来，这个办法讲互阮听哦，我就随时甲你杀起来，毒毒的北皮煮汤，互因解毒。在，安尼好。是你哦。嗯，哎呦，你若讲这种话咯，我一定甲你当作偶像。我你对我讲这句话，我做伤心的呢。好啦，讲就讲嘛。紧讲。啊，若要医治恁身上的毒吼，一定爱找讲看倒一只倒一种蛇甲恁加的。啊，恁吼爱去取因身上的毒来做这个血清，毋才有法度吼因恁身上的这个毒，或者是讲吼，搁找比因搁较毒的这个毒蛇，取因的血清，安尼毋才有法度医疗啊。啊，这叫做吼以毒攻毒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呦，就等你啦！安怎？啊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放心，因无要创啥，因即摆就想讲要使你的毒来以毒攻毒。对，要甲你吃落饭。小等你，我拄则一定拢甲恁讲啊，你啥要搁太我吗？哎，你有讲过以毒攻毒，找比搁较毒，我认为你还搁比较毒，用你的毒啊来逼我的毒，安尼我才会好。我拄则有讲过吼，要找迄吼，迄毒蛇吼来医恁的，一定要看吼，原来甲恁加迄个毒蛇因的血清，而且是讲比因较毒。对。啊，恁甲我看一下，当我生做遮尔啊水，敢有可能遐尔啊毒？啊，安尼啦，无够力咯。真的啦，我所讲的话吼，拢是千真万确，请你相信我，好无？拜托你啦。当兵哥哥，我叫迄什么代志？叫你。当兵你上，啊！我是讲哦，有桩代志是想要甲你参详啦。我知影你毋免讲，是毋是要叫我去荒郊野外，还是去山顶找看一寡较毒的蛇，摕因的胆转来炼毒，互因以毒攻毒？内行的也要买几桶的。嘿，啊，规粒山头安尼敲透透，啊，敲到尾半尾蛇，是讲即摆都已经春天啊咧，啊，春天应该蛇拢爱烧出来啊，啊，寒天人都已经过遐久啊，毋敢会还阁咧咧冬眠咯。哎呦，阿婆啊，啊，你哪会家己一个人踮这荒郊野外，伫咧哭是咧哭安怎？少年人啊，对，什么少年人？我喙手遮长啊，你叫我少年人？好你有手哟。有啊。啊无啊，我目睭蒙雾，看袂清楚啦。我若无讲，你就毋知影。对。啊，着阮迄个庄仔头出妖精。庄仔内所有的人死的死，倒的倒，剩我一个老太婆，无依无我。无人通好靠，连续已经几十天，拢伫遮忍受妖寒饿。哎呦，我腹肚摇。可怜啦，我肚枵阁枵到会唱黄梅调，啊无要紧，今仔日你拄到我，算拄到贵人。看你腹肚枵爱食什么饭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绝对有法度通啊传互你食。无论是山珍海味，也是要爱野味，拢总有。不管是天顶伫咧飞，涂骹伫咧扫，海底伫咧游的，看你爱食啥，做你讲出来。哎呦，少年人啊，你嘛毋好创治我即个老岁仔人，啊，都看恁两手空，啊，搁来举一支手机担仔咧摇人。啥物要食山珍海味，要用我食，当然要去倒沙。哎呦，你实在看了我足无点的。来，我证明互你看。哇，真芳！啊，无你看，这只美国的红花鸡，
会烧哦，烫哈。是，哎呦，哦，帮讲我，好食。哎呦，少年的啊，哎呦，你哪会遮敖啦？啊，你手安尼一个伸出来就长，啊，就即只鸡小滚滚走出来，哦，你会晓发出来哦？无啦，我袂晓发出啦，这算我顶世人捡起来，这世人甲变出来食的啦。啊，我拢伫这个附近尔，若爱才发声吼。无用做你哦，等下哦，有影，好食。好啊，看你即马无注意，你祖妈大大的教一个，互你袂超生。哎哟，阿婆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对无？怎么你若枵，你若食无够，你甲我讲，我会搁变互你食。啊，你安尼目睭起的两掺我的手，你也拖伊个家伫要剥。少年的啊，诶，啊，你即支手哪比迄个铁枝较重啊？你讲毋对的，迄毋是铁枝啦，你去夹着铁棒啦。因为我要出来掠蛇吼，规身躯拢嘛安铁棒伫的。你看，你去夹着我的铁棒啊啦，你就是去夹着一块。我一岁有够衰，人是去踢着铁棒，啊，我去抱着铁棒，哎呦，啊，我喙齿规个拢放啊，哎呦，啊，我的喙齿，啊，好啊，你甲恁做妈一记你啦，哦，哎呦，哇！啊，两支喙齿讲遮尔尖啦！哦，啊内底阁有空哦，阁袂输敢若射箭咧。我吕洞宾呢，我是仙呢，我互你会壁你哦。哼，喙齿遮尔尖，这只一定是蛇精。这个吕洞宾啊，哈哈哈，伊的头脑确实也无简单呢。伊安尼行我去哦，迄饭市前看到这吕洞宾行我来，唰就甲剁落去啊！哦，谁知影人吕洞宾早就预算来穿铁甲就对啦。伊啊，即摆饭市前哦，一个剁落去哦，去夹到迄个铁甲，哈哈哎哟，两支喙齿钻落去啦！哇塞哦，你看了会笑死哦！啊，若要知影这个结果哦，明仔载继续收看，哎哟，笑不仙哦！